點樣先知道你嘅雄性睾丸酮係咪太低呢？如果唔驗血 check 嘅話，以下呢3種就係最常見嘅徵兆。第一，你起身嘅時候，究竟你細佬係軟定係硬呢？如果你發覺自己已經好耐冇晨勃嘅話，咁即係你嘅睾丸酮係太低，跌咗落一個唔健康、唔理想嘅位置。第二樣你要睇嘅就係你自己日常嘅情緒同埋心情。你係咪發覺自己成日都好低能量、好燥底、好容易敏感呢？係咪好容易冇心機，對未來好灰好冇希望、好焦慮呢？呢啲全部都係低 T 嘅徵兆。因為如果你嘅睾丸酮水平係較高嘅話，你絕對係會比起常人開心啲、正面啲、積極啲。你每日都會充滿能量同埋生命力地去打拼嘅，你會更加有強嘅集中力去做嘢。最後第3樣就係你要睇你做 gym 嘅時候嘅生理反應啦。你每次鍛煉完之後係咪都覺得好唔舒服、好攰，花好長時間先至恢復得到呢？呢啲都係低 T 嘅徵兆。因為如果你係高 T 嘅話，你係會更加享受挑戰身體嘅感覺，並且能夠持之以恆地每個禮拜都做2-3次運動嘅。